今天呢就接着要我们以前一直有讲的课的后段，那么在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里面的后段，就是要怎么说呢，有修金刚萨埵的怎么说呢，贯修的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本来是安排了在今天要开始那个回复课程，因为在那个过年前一直都忙，然后就是讲完那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发心的方面就追加了那个入菩萨行论的第一品菩提心第一品，然后这都圆满了以后呢，就是过年前一直忙的关系，所以呢就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课程。所以呢今天后来知道今天就是需要那个上班，很多人都是不能来，但是呢今天我们就已经是这个课再继续往后延的话，那也不好，所以一定要赶快讲完。所以呢就今天就是要开始了。那么等于今天以后每一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就是正式要开课。今天也是有点时间上耽误了一点点，就是现在今天就是变成2点半才开始的，但我们就是下礼拜六开始呢，都是把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课讲完之前呢，我们每个礼拜六都是必须的2点钟准时那么就是要听课的人也是要2点钟的时候准时到。那我们听课之前呢，就是跟以往一样的，我们就是听课的方式所需要的断除的方面所要行持我们需要的起心动念，这些都是我们就不需要说特别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要听课呢，就是首先第一个要为所有一切众生要发心。发心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一切众生从无始的时间以来到今天为止，都是在相互都是有做过父母跟小孩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所有的众生曾经都是做过我们的父亲跟母亲的情况下，那么佛陀也是让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那么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呢，对我们有很大的恩的，每一世的母亲都是有非常大的恩的，所以呢就我们为了所有的就是每一世的母亲，我们能够可以在利益他们的唯一的就是修持佛法的才能够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其他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利益他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相互呢就是过去的这些欠来欠去，然后就是都变成冤亲债主，然后就是相互去继续下去。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呢就是父母，有的时候是主人敌人，有的时候就是亲人恩人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是没完没了的。主要是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能够可以脱离这个六道轮回的苦海，才是能够可以得到真正的一个安乐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修持大乘佛教的一个弟子来说到，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发菩提心。我们大乘佛教的主要的修持就是菩提心，内心当中我们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今天我们就是要讲的课呢，就是大圆满谦信普贤上师言教的课程。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来说的话，也是前面有怎么说呢？第一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是出离心也好，人生无常也好，地狱恶鬼出生指这种轮回的苦，而且是因果的方面，然后就是有一直上师的方面，各个方面讲的都非常清楚，而且呢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是有皈依的部分，还有发心的部分。那么皈依的部分讲完，发心的部分圆满了，而且我们在这个里面呢，特别就是发心的后端加了入菩萨行论的这个
菩提心的利益品。那么当然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如菩萨行论的那个菩提心的利益品跟普贤上师言教的发心，这两个都是一起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内容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但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这本书也好，如菩萨行论也好，这些都是在非常殊胜的那么这些作者都是真正的菩萨。菩萨呢，就是给我们众生真正的留下来的甘露，所以我们能够可以在多次的阅读，这是有非常大的功德。所以呢，我们而且在这个普贤上师言教里面的所有的课程，都是每一段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作为一个这一生当中修持想要成就的一个人来说到，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那么对于一个尤其是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作为你们一个在家的居士也好，或者是在出家中也好，主要是想要真正的在一生当中修持得到成就的一个人来说的话，那么在普贤上师言教的这本书，或者是如菩萨行论这些来说的话，就比五部大论还更重要的比五部大论也更重要的。你们就是真正的在这里自己的家里面，就是有这个利用所有的能够可以利用的时间来学习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跟还有如菩萨行论这两本书来说到，你们去上一个五明佛学院，然后呢开始在那个怎么说学到一个堪布的学位还更重要的。那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在上五明佛学院学到堪布的学问的话是很重要？那当然这个不殊胜吗？这样问的话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修持法就是必须得要根据自己的智慧感，根据自己拥有的实践跟条件来看。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在台湾的一个在家的居士来说到，你就从五部大论开始学也是不会到哪里，因为你的智慧不够，第一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就是下那么大的功夫来做这个学这个。那学到的情况下也是你没有时间修，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没有时间修的情况下，你学到变成就是要怎么说呢，显密精通的一个班智达的情况下，也是你不修的情况下，班智达不会成佛的那么就是有班智达下了地狱的这种故事也是不是没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太有学问了，所以就下地狱嘛？那也当然不是但是就没有来得及修，只是有学问是哪里都到不了，从成就的角度来说到就到不了哪里，所以就是必须得要闻思修三个的过程圆满才是可以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弟子尤其是一个在家的居士来说的话，这闻思修三个过程是必须得要经过，这就是修持佛法的基本的条件。但是是否自己的这个闻的方面，听闻佛法学习佛法的方面是哪一种什么样子才是最实际，然后修是怎么修才是最实际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没有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只是要为了一些高层的一些法门，然后就是为了一些那就是有怎么说呢庞大的一些学习的一种计划，这样的情况下也是不会得到什么成就，也不会得到什么大的帮助。所以呢，就是学习这些是非常好的，而且也是很需要，而且也是非常足够的那么刚是一个人如果是真正的努力的情况下，刚是一个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就完全是足够的。这里面呢就是圆满了大圆满的，本来这本书呢就是有说大圆满的基础前戏，但是这里面呢就是完完全全完整的圆满了，就是大圆满的基道过的完整的一个修法。你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一生的修持，能够得到这个成就，这也是可以说是会得到的。所以呢，就是主要是看自己能够修持的怎么说呢，有没有足够努力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自本作人着康中